8張人臉測試出你內心嘅陰暗面，睇落去似偽科學，其實係匈牙利心理學家弗倫奇嘅畢生心血。依家請你直視你嘅內心，揀出最唔中意嘅一個樣。如果你揀第一個，說明你係人畜無害，兼且係成日幫人嘅人，但係你一直抑壓住個心入邊，偶爾咧會冒出控制欲。當你受到壓迫嗰陣，內心宇宙會爆發，用強硬或者躺平對抗嗰啲搞你麻煩嘅人。揀呢一個樣嘅話，你肯定係一個和藹可親、溫順友好嘅人，但你都係壓抑住而湧出嚟嘅衝動同埋憤怒，呢啲情緒好可能同你童年嘅經歷有關。第三個說明你做嘢係求穩陣，中意創新同埋改變，有啲細膽同埋唔夠自信，中意匿喺舒服同埋安全區入邊。第四個，你表面好識搞人際關係，成日同人哋打交道，但係實際上你生活其實好孤獨，你同其他人嘅關係係好表面、好真實感，心底裏邊你會覺得自己邊個都唔需要。再睇呢一個爆炸頭，如果你揀咗佢，你俾人嘅印象係謙虛兼且內心好強大，可能仲有啲安靜同埋怕醜，但實際上你超級渴望俾人哋認同。揀呢一個嘅話，說明你有陣時會內疚同埋自卑，有陣時又好外向同埋開朗，有陣時仲會心煩意亂，甚至疑神疑鬼添。揀第七個，你不時會壓抑內心嘅興奮同埋衝動，你可能係一個唔中意搞事同埋同人哋鬧交、極端同埋卑鄙嘅事，你係個謹慎克制、有邏輯又好節儉，成日咧都會可以控制到自己嘅行為。最後呢個有啲恐怖，你係壓抑住有關你自己身份嘅問題，甚至可能係性別身份嘅問題。呢個測試話可以測出人嘅內心陰暗面，你覺得準唔準呢？